台湾看世界来看香港，为着要来压迫到香港政府回应民间提出的撤回逃犯条例修正等等5大诉求，有民间团体伫今仔日来发起着全港罢工、罢市甲罢课的3罢活动，要来瘫痪经济。结果今仔日香港的股市是大落超过700点。而日透早，有示威者伫袂少的地铁站，用各种的方式阻挡列车来关门，嘛致使真侪路线暂停服务，嘛引起着赶上班民众的不满。来看华视记者伫香港第一线的报道。 原本应该是上班的时间，不过呢，因为今天响应罢工，有大部分的民众呢出现在地铁，不断的呢用身体或者是用脚挡住门口，甚至直接按下停止按钮让车辆停驶，造成呢这个港岛线的这个车辆呢全部瘫痪，乘客呢上上下下没有办法去上班。安尼一日后，好赶要上班的人真生气，甲示威者伫门边啊就起冤家。 双方愈冤愈严重，服务人员将双方隔开车门关起来，避免冲突扩大。打击我，就是打我，那就要找警方处理，那他们就不让我找警察去处理。有人过去将门挡条咧，就是要车停落来，好市民无法上班，做伙响应今仔日全港的罢工、罢课甲罢市3大罢的活动，不过有市民无认同。他们没有理我们的民意，他们是强迫要我们去接受。 有人认为示威者影响到别人行为，这都唔是民主啊！不过发起活动的民间团体认为讲，就是要用瘫痪经济方式，逼香港政府出面回应因所提出的撤回逃犯条例修正等等5大诉求。